脆香雞翼終於唔使返香港先食到，全球好多地方都有嘅 McWings， 澳洲麥當勞終於都有啦。睇張相似模似樣咁，我嗌咗3嚿新鮮炸起，脆卜卜 ，size 同香港嘅差唔多，或者大隻少少。不過佢啲炸粉比較厚身，可能係要入鄉隨俗。如果香港嗰款有5級辣，我食到嗰幾隻只係得1級辣。有人話似係超市買到嗰啲氣炸鍋雞翼，都係嘅個樣。不過就應該好食過喺 Woolworths 買嗰啲，因為咬一啖試試佢，入面好 juicy， 好嫩滑。3件起，市中心有 Macca's 賣7個1， Suburb 嘅就賣6個半，5件嘅話11蚊到。可能我嗰日肚餓，呢個 McWings 我食咗3件都唔滯，3件都炸得好靚仔。佢有2款新嘅醬，不過就冇泰式辣醬。想食真點脆香雞翼，都係返香港食啦。Follow 廢青嘅 IG， 留意最新嘅機票優惠啦。